你实在真歹做，有的店关去，阵仔无请店员伫咧顾店。来看到咱台视新闻独家报道，像讲一寡24点钟无休困的店，无人伫咧顾。就算讲真便利，也是有一寡问题。像讲咱看到夹半仔机的店，也有自助洗衫店，规台湾各地不闪时钓贼头。刚刚伫咧台中逢甲上款，都有780间夹半仔机的店一直钓贼头。一寡业者烦恼讲贼仔会搁再来，安尼就搁再受害，大家拢带咧等。另外4块位啊店头，还有民众拢真烦。落地安排，消费者嘛唔敢搁再来。他偷偷看有没有钱在里面。家己台交开头摕内底物件，还是像安尼用计时甲锁头夹断，或者是直接甲箱仔内底钱拢拼去。毋那安尼，阁有嫌犯甲100块掠做2半，再阁搭加钱100变做200，成功骗过换一个机器，造成业者的损失。全台湾4家拢有约半仔机店，干那放假上款就79间，2000外台机台，开24点钟，阁无人咧顾，有民众感觉真方便，毋过住附近的人煞拢真烦恼，治安会出问题。如果万一被歹徒看到，歹徒想说被你看到了，我想对你怎么样，又搞不好跑不掉的话，这也是蛮危险的啦。晚上还是比较有可能被偷之类的。我想说，就先做一个喝止的动作，你知道吗？要不然你等警察慢慢查的时候。他马上又去偷，就惊家己变做后一个受害者，业者大家拢足烦恼的。警方讲，因若要求业者家己加强防贼的措施，因嘛加强巡逻，更换不易遭破坏的锁头，在店内增加一些监视录影的设备器材，那也可以来降低遭破坏毁损以及窃盗的风险。另外，警方嘛呼吁民众，若是有发现贼仔，尽量莫甲对方动手，赶紧打电话报警，保护家己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